Sariwanani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一周中的7天。星期四是乌瑞西内，乌瑞西内。星期五是乌瑞西沙努，乌瑞西沙努。星期六是Umgibelo， Umgibelo。星期天或者星期日是乌sonto， 乌sonto。让我们再说一次，乌瑞西内。Lucy Shanu Gibelo Sonto。 我们的课结束了，请记住要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下节课见，再见。